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9节到23节，出埃及记24章第1节到第8节，彼得前书5章第1节到第5节，12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羊群。牧师这是前一天录的，我在山上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美景，但是很抱歉，因为没有桌子，我扶着电脑，所以会有一点点摇晃。那这2天到桃园市的复兴区山上来露营，看到养主的那个营主，他养了几只流浪犬。这几只流浪犬都是因为被捕兽夹截肢的狗，有一只黄色的狗呢，右前肢被兽夹夹断了，另外一只小黑则是后脚被夹断，有另外一只咖啡色的老狗则绑在入门的边坡上面，也因为这个营主的接纳喂养，这几只狗就成了营地的守门员，是营主的好伙伴。那他们忠心的守护着这个营地，但也和营主一样，对来宾非常的友善，好像他们就是营主同为一个经营的团队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如同刚刚所提到这个受伤的狗儿们一样，他们在困境当中被上帝所拯救，来跟随上帝的脚步，成为上帝的羊群。所不同的是，以色列人在上帝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跟上帝就彼此立约了。这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基础，就是那个约。今天的经文旧约告诉我们，上主对摩西说：“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连同70个以色列人的领袖，要上山到我这里来。你们还要在远处时就下拜，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到我跟前，其余的人不可靠近，人民都不可跟你上山。”摩西下山，就向人民陈述上主一切的命令和规律。全体的人民都同声回答说：“上主所吩咐一切的话，我们一定遵行。”摩西把上主的命令一一的写下来。第2天一早，他在这个山脚下筑了一座祭坛，并树立12根石柱，每一根石柱代表以色列12支族中的一族。然后他差派一些年轻人向上主来献牲畜，作为烧化祭和平安祭。摩西把牲畜的血一半盛在盆里，另一半洒在祭坛上，然后向人民大声的宣读约里所记载的上主的命令。人民就说：“上主所吩咐一切的命令，我们愿意顺从遵行。”于是摩西拿盆里的血洒在人民的身上，说：“这血是上主依照他的诫命和你们立的印记。”以色列人或是基督徒与上帝立约，是在回应上帝恩典的一种方式与觉知。那事实上，以色列人还没有与上帝立约之前，都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。当他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已经赐下救恩给他了。上帝将以色列人
当成是他的羊群。在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之前，上帝已经主动的将救恩赐给他们，并且带着他们一步一步的要进入应许之地。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中提到的牧羊人和羊群一样，牧羊人愿意为羊群牺牲生命，但是属于主的羊群也要愿意紧紧的跟随牧者。有一首在早期这个校园诗歌中学到的诗歌，我是主羊，歌词是这样写到的：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黑暗夜是阴幽谷，路崎岖，高山峻岭，一步一步随主行。这也正是上帝以以色列人立约的目的，因为上帝要赐下保守，羊群要跟随牧羊人走，一步一步，无论顺境或是经历死荫，上帝都应许引导，照顾他的羊群。无论在何种境况之下，上帝必要保守。彼得这样说：我现在以一个长老的身份向各位同作长老的提出请求。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，要分享将来所显示的荣耀。我请求你们在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，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为酬报而工作，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。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，却要做羊群的榜样。这样，那大部人来临的时候，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。同样，你们的年轻人应该服从长辈，大家要以谦卑为装束，彼此顺服，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是的，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必保守看顾。也愿主的平安赐给每一个愿意谦卑顺服跟随他的人。诗篇106篇1节到第6节，要赞美上主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？谁能尽述诉讼他的话？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主啊，你善待你子民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，拯救我。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繁盛，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，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。我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作孽作恶。19节，他们在何烈山铸造牛像，向所造的偶像跪拜。他们用那吃草的牛的像代替了上帝的荣耀。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上帝，忘记他在埃及行了大事，在寒的地行了奇迹，在红海行了令人畏惧的事。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子民的时候，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，挽回了他的列路。
解除了以色列人被消灭的危机。上帝是赐恩保守的上帝，感谢上帝特别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祷告。教会里的姐妹有一位规划为犹太人，目前住在以色列战区的女儿祷告，求主赐下保守和平安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，非常漂亮。很抱歉今天有一点摇晃，我手扶着电脑。好，大家平安。